點樣嘅男人會旺妻嘅事業？啱攞到呢一個朋友嘅問題嘅時候，我會諗有咩人會去諗旺自己嘅事業？咁我覺得一係就本身自己缺乏安全感，第二就係認為錢先至係安全感，第三就係有機會係原生家庭唔一定會太過幸福。結咗婚嘅就聽下就算數啦，未結婚嘅話咧就可以望住呢一個面相嘅方向去揾。結咗婚嘅重點唔喺選擇，結咗婚之後嘅重點係喺經營。咁我今日同大家簡單去判斷一下順妻旺妻嘅男人嘅面相有啲咩特點。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哋要睇耳仔。咁點解會睇耳仔咧？耳仔用嚟做乜嘢嘅？嗱，耳仔嚟聽嘢噶嘛。你認為你覺得自己受到尊重，係唔係對方先聽咗你嘅意願先？咁所以係要從睇耳仔開始。咁點樣嘅耳仔嘅人咧係聽話咧？耳仔大，耳仔軟，係冇錯，耳仔軟就係聽話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到耳仔大係一個好重點，點解咁講咧？因為耳仔軟，佢好可能係冇主見啫。但係耳仔大且軟嘅話，大有啲聰明啊嘛。一個聰明嘅人，但係仲願意去聽你講説話嘅，咁嗰啲先至有效溝通。咁啊，第二個係睇鼻喎。如果一個人個鼻咧佢生得好嘅話咧，佢嘅環境同埋佢遭遇唔會差。一個人本身可以解決到佢物質上面嘅需求嘅情況下咧，咁佢會相對比較追求精神層面嘅嘢，會更加願意去傾聽，更加願意去進入對方嘅世界啊，更加願意去用一個包容嘅角度去睇每一樣嘢嘅。青少年嘅時候睇額頭，一青少年嘅時候，原生家庭對佢影響係最大嘅。額頭光唔光滑、平唔平整、飽唔飽滿，就決定咗佢年少嘅時候佢原生家庭嘅環境 O 唔 OK。咁呢個就係我判斷一個男人佢係咪旺妻嘅一啲面相上嘅建議同埋評判啦。